对对对。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请让我们用安静的心，让我们跟随着神的话语，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序乐。父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请听上帝的话语，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让我们双手合十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您在这疫情期间的看顾与保守，让我们的心灵平静安稳。感谢您，也感谢您，也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你，我们的主。也让我们能用你的真理来喂养我们的心灵，让你的美丽洁净我们的想象力，让上帝您的爱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为上帝的使命献上我们的意念。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以上所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永戴我主为王。在新灵粮诗选38首。永戴我主为王，羔羊在宝座上，倾听天上颂歌，悠扬声音
会众请站立。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前人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起应文，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45篇1到2节，6到9节。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45篇1到2节，6到9节。由我来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们诵读下半节。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的嘴里满有恩惠。所以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远。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多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人之中，王后佩戴俄妃金饰，站在你右边。以上是上帝的圣训。公祷，让我们翻开公祷，让大家双手合十，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为中亚国家阿富汗来祷告。让基督教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百姓的生活文化当中，让他们的百姓能够更体会到信仰基督。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区的教会祷告，永和天恩堂徐志强牧师，为他们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的得人，传道同工的身心健康祷告。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的官员祷告，求上帝恩赐智慧给聪明，求上帝恩赐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给台湾人民。也为台湾的儿童及青少年都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我们也为第一线的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经警人员祷告。愿主赐下那平安，让他们工作顺利。让我们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在雅歌书8至13节，2章8至13节，及雅各书1章17至27节。我们请曹平姐妹来为我们攻读。平安，我们一起翻开到今天经课的地方，分别在旧约雅歌书、教会圣经在725页，第二处在新约雅各书1章17节到27节。翻开后，由我先来攻读今天第一处的经课。雅歌2章8到13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窜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第二处经文在新约雅各书教会圣经252页1章17节到27节。雅各书1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拯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自己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面貌如何。唯有详细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以上是上帝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马可福音第7章1至8节、14到15节、21到23节。马可福音第7章1至8节、14至15节、21至23节。大家翻到之后，由我来为大家攻读。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经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鼠手
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居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的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着古人的遗传，用熟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呢，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以上是上帝的话语。今天，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伟文牧师，来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手脏心不脏”。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做礼拜。我想很久的时间，我们能有办法一起来做礼拜，今天可以一起来做礼拜，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事情。上帝帮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疫情的状况能够尽快的解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很放心的，可以在这里也很健康的，大家一起在这边来聚会。我相信我们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这样的疫情的影响，让我们很多的生活习惯，还有我们的想法、思想，很多东西也都需要做一些调整跟改变。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看到，在这样的疫情当中，虽然是感觉像是被拘束或是被约束了，但是事实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重新再去做一些的调整跟反省的，让我们能够从疫情当中也学会一些的美好的功课。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这边这样一节的聚会，包括3楼跟4楼上面，我们终于有80个人的位置，可以一起来聚会跟做礼拜。我们向上帝献上感谢跟感恩。早上第一堂台语堂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弟兄姐妹彼此在问安的时候，甚至有的人高兴的都跳起来，他们认为说：“哇，好久没有看到弟兄姐妹可以这样的见面啊，真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使徒信经里面跟我们提到说，信徒的相通、圣徒的相通，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就好像看到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愿上帝祝福我们，即使在这样的疫情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办法、有机会，我们就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多一些的联系，让我们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能够来彼此的分享跟彼此的这样的接触。所以也请弟兄姐妹要包涵哈，虽然我们现在还是稍微解封了一点，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请大家保持一下这个距离的这样的安全性。那我们的同工也都很棒，都帮我们安排好，每一个位置上都有这个号码牌，所以请大家按照这个号码牌来这样来做哈。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介意。各位知道，其实小朋友刚开始要学数学的时候，都是要用一些比较具象或是具体的东西，才可以了解那个是什么样的东西。好，那有一个小朋友叫小明，好，有一天这个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就问小明说：“哎，小明啊，如果你有12颗苹果，然后你要分给你的朋友6颗苹果的话，那你还剩下几颗苹果？”好，
各位，其实可能对我们大人来说这个是很简单的，但是对小朋友来说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好，这个小明想了一段时间之后，想一想，他就跟老师说：“老师，我觉得我有12颗苹果。”然后老师就很疑惑的问小明说：“你怎么会有12颗苹果？你不是分了6颗给你的朋友了吗？”结果这个小明跟老师说：“他说老师，我没有朋友。”听得懂意思吗？我没有朋友，所以我没有办法分6颗给我的朋友，所以12颗都在我的身上。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其实这是一个笑话啊，但是其实各位知道，分享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当你可以跟人分享的时候，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当你可以跟人分享的时候，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多，但是分担的重担是格外的轻。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人分享重担的时候，我们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但是跟人分享快乐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喜乐可以一直的传递，可以更多。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啊！我们一起举起圣经，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个读经前的祷文。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特别把这个上面的灯稍微暗一点，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反映说没有办法看到 PPT 上面的字哈，所以我们请大家就包涵一下。也许牧师没有那么亮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投影上面的东西亮就好了啊。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在一个原住民的部落里面拍到的一个很好玩的东西。那这个也是一个笑话了哈。他说什么？他说酒，还有啤酒、烈酒都是不好的东西啊，能够戒的话就戒啊，但是如果不能戒的话，啊，下面写一个小字说这里有卖啊，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酒当然是很不好的，但是如果你想喝的话，这里还是有东西了啊。那其实有很多原住民都喜欢喝酒，我不是说这个贬低的意思，并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也知道酒是不好的东西，可是就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说，没关系，你如果想要喝的话，虽然酒不好，但是我这里还有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信仰上也是一样，上帝禁止我们的，我们常常把它放松了；但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常常反而把它给限制住了。好，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表面上照着圣经的话去做，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照着圣经的话去做。我们还是照着人的遗传，照着人的方式，照着人在我们当中的一些传统，以至于我们去做这些的事情。好，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出现绝对没有好事的。这一群人出现是谁？这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好，这一群人他们从哪里来？他说从耶路撒冷来。各位知道耶路撒冷是这个以色列人的首都，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一群人一定是饱学之士，而且是有很多的学问的人。但是这一群人来，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要来做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2节的地方，请大家来看第2节哈。他说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就是指耶稣，耶稣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什么叫俗手？他说是没有洗的手来吃饭。好，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以前耶稣不太讲卫生，不是哈，千万不要误会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以前的人，他们当然洗手，我们也知道，现在洗手是为了健康的缘故，为了卫生，我们一定要做这些洗手的动作，然后再来吃东西才是安全的。所以耶稣绝对不是不卫生跟不骂鸡哈，不是这样的意思哈，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了。他说没有洗手就拿东西吃，然后用这样的方式，他们认为说这是不妥当的，因为没有按照这个古人的传统。好，请大家看一下古人有什么传统。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文士，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各位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在叫做那个手抄圣经。手抄圣经的时候，我们当然很多人都喜欢写手抄圣经，然后让自己可以有机会可以把金句给写下来。但是犹太人他们早期没有印刷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犹太人他们读的圣经，他们是要由文士来做抄写，所以文士就是印刷机，
文士就是要用笔来抄写圣经的人。然后这些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洗手，因为圣经上帝的话是圣洁的，所以不能随便的去处理，所以要写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用水洗手，来表明说一个圣洁的态度。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写的时候，假设如果写错一个字的话，这一张的纸就要整个重新拆下来，重新要撕掉，要再重写。所以对以色列人他们对圣经的态度来说，他们是一个很敬虔的、很敬畏的态度。本来是一个好的传统，本来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敬虔的态度，一个好的传统。但是当他如果无限上纲，变成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污秽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所以如果你去碰到些什么样的人事物，他们叫做比较粗俗的，或是比较不好的，那么你回来就要去洗手。而洗手不是只有卫生的问题，他们还要包括念一些祷文、祷词，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古人的知识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有的东西当然很好，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东西在教会里面的传统，或是在教会里面的东西流传下来的东西是很棒很好的。但是有时候久而久之，当它变成只是一个仪式，或是只是一个礼仪的时候，有时候就不见得是那么样的好了。所以知识虽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是足够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知识，会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的经验，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取代上帝的话语。好，所以犹太人他们把这个条例，或是把这些的圣洁的观念弄成一个更复杂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在第4节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发展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就是不单是你要写圣经要洗手，包括你从市集里面你买菜回来的时候，因为你跟世俗接触了，所以你回来要洗手。然后还有什么要洗？他说还要洗叫做杯盘碗，这些东西都要洗。当然刚刚讲了，不是说不符合卫生条件，这些都是要洗的，但是他们必须要加上一些的仪式的东西，加上去之后，而且你不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认为你这个叫做不敬虔的态度。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区分一个身份的表现，就是外面是世俗的。我们后面有一个叫三和市场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今天我去市场买菜回来的时候，除了要洗澡，还要洗手，我还要洗澡，然后还要洗什么？我所有的碗筷什么全部都要洗，因为那个是从市场上买来的。然后甚至我如果刚刚坐了沙发，我如果刚刚坐或是累了，我回到床上去睡觉，因为刚从市场回来，所以我躺过的地方，因为我看过有一些的记录，包括什么要洗，包括你的床也要洗，包括你坐的椅子也要洗，因为这个都是从世上进来的时候，你坐上去的时候就沾染了世俗，所以对他们来说，要去洗这个手，包括这些东西，都是有它的一个仪式的作用，然后让人家觉得说，哇，这是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敬虔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去证明我们好像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请大家看一下这一位牧师他讲，他说人可以又说天使的方言，又拥有一颗魔鬼的心。他说学识渊博的法利赛人不过是一个粉饰的坟墓，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漂亮的。粉饰的坟墓是什么？各位如果看过那个在过清明节的时候，很多人会去整理打扫他们的祖坟祖墓，然后很多人整理完之后看起来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但是其实里面是叫做死人骨头的东西，里面是没有干净的东西，里面是坏的东西。所以表面上的干净跟心里的干净是不一样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实际上里面可能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很多人喜欢看的是一个外表的东西，但是却不是注意内在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些的犹太人，这些的经学士，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来挑战耶稣的时候，他们用世俗的，用他们不是世俗，他们用他们的习惯的方式，他们用他们在犹太教里面那个敬虔的方式来框在
这些信耶稣的人身上，然后告诉他们说，这样做才叫做圣洁，如果你不这样的话，就不是圣洁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只注意外在的，而不是注意里面要成为一个干净的人。我们常常手很干净，但是心里面却是脏的。但是很多人其实手别人是脏的，很多人的工作是必须要去做黑手的。各位知道黑手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去那个修车的，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出众工作的人，他可能是外在是脏的，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干净的。有的人可能做的工作是干干净净的，是不会弄脏的，不会弄脏手的，但是里面却是黑的。各位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各位知道有一个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国王叫做扫罗，知道吗？扫罗王，各位如果读撒母耳记里面的时候，扫罗被膏立为王的时候，圣经里面提到说，上帝给扫罗王新的心、新的灵在他的里面。所以照理来说，扫罗他有新的心、新的灵在他的里面，他应该是一个很棒、很好、干净的人，应该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一个事情是，扫罗王他虽然外在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很棒很好的人，但是其实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不安跟一些的嫉妒在他的里面。当上帝拣选了大卫的时候，他里面就有很多的不安在他的里面，他生怕他的位置被人抢走。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有从上帝那里来的恶魔来绑住这个扫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起来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但是其实内心不一定是干净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回应这些来挑战的正义魔人。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正义魔人，就是常常会挑人家一些毛病的。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跟第7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一起念来。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所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群人他们表面上教导人，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心却跟上帝是很远离的。耶稣提醒了他们这样的事情，他说，这百姓用嘴唇来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十诫里面有一条很清楚的诫命，各位如果读十诫的话，在早期律法书里面，旧约十诫里面有一条的诫命叫做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很多人以为说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是什么？Oh my God！ 很多人说这个就是叫做妄称上帝的名。其实不是只有这样，不是只有你随便出口说不要妄称上帝的名上帝的名不能随便讲，不是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当你所说的跟你所行的是不一样的时候，那个也叫妄称上帝的名。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虽然你的嘴巴尊敬上帝，但是你的心是离上帝很远的，这个也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以赛亚先知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提醒过以色列百姓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他们可能做礼拜里面讲很多的这些很好听的言语，但是心里却远离了上帝。好，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作家，他这样讲，他说，阅读的人很多，但是思考的人很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拥有很多的知识，拥有很多的圣经知识，拥有很多的学识，拥有很多的一些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好好去思考这些东西是不是应当的。当然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段是没有录在这里面的，各位如果看在第8节第9节以后，他们当时也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认为说，如果今天我奉献我的金钱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就可以跟我的爸爸妈妈讲说，对不起，我可以不要奉养你，因为我的钱已经都奉献给上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奉献是对的，
但是不是代表奉献完了之后，你没有义务去养你的父母亲？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但是这些的经学士、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给放宽了。意思就是，我如果去奉献的时候，我就可以告诉我的父母亲说，对不起，我不用再给你奉养，因为我的钱都已经拿到教堂去奉献了，我就已经全部都已经给上帝了。这个叫做用古人的遗传来去取代上帝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不会也常常有一些居首的东西，然后以至于我们把上帝的话反而给撇弃了？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是认为说，你看我们这样才叫做信主的人，然后这样的人叫做不敬虔的人，或者甚至在教会里面要怎么做才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怎么做不是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些都有很多取巧的地方。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最常讲一个东西叫做顺服。顺服这个东西，这个字眼在教会里面常常被滥用。所谓的滥用是什么？我们顺服上帝，顺服上帝的话是应该的，但是因为上帝的话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或是摸不到，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什么就听牧师的，或听老师的，听哪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变成是把人的话语变成了教导，然后接受进来，反而把上帝的话给撇弃了。我曾经也遇过，在我的同伴当中，他们会告诉我一件事情说，不要去质疑牧师的话，因为这个牧师讲的都是对的。我自己当传道人了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事情，不是牧师站在讲台上所说的都是对的。如果你没有按照圣经的话去讲的时候，如果你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说的时候，有时候牧师讲的东西是自己个人的感受或感动，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去这样做的。那是个人的经验，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去这样做的。好，所以一个人的教导，不管他多正确，并不代表他的品格是正直的。很多人是表示外在的东西是很好的，法利赛人最喜欢的就是他们的教导非常的正确精确，他们连字义什么东西都写得非常的多，研究得非常透彻。但是耶稣提醒一个事情，他说什么？凡这些老师教导你们的，这些法利赛人教导的，都要去遵守，但是不要去什么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但是不能够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的教导有多正确，不代表他的品格就是一个正直的人。站在台上的传道人，站在台上的牧师，是要被挑战最多的，因为是最明显的地方。我记得以前我们曾经我请一个神学院的老师，那时候我还在马祖的时候，我请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到马祖去分享、去讲道。他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然后当他在讲台上讲的时候非常好，他的讲道口才是一流的。然后他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要抱怨，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都要感谢赞美，我们所有的安排都是上帝美好的旨意，我们都要顺服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带领都是很好的，听起来很不错，很好。隔天我们因为在外岛，所以我们交通的地方都是要搭船的，所以搭船我们要从这个岛到另外一个岛去，都是要搭船的。好，所以这个老师他就跟我讲说，他说蔡牧师，我很难得来你们外岛玩那希望你可以带我出去玩一下，到各个岛去走一走。我说好啊，老师我带你去走一走。那但是因为路程上我们可能要去探访一些的会友，因为有很多人住在不同的岛上面。然后我说我们会去探访一些的会友，那但是我会带着你，就是到每一个岛去走一走。各位知道，其实搭船跟搭车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想象一个事情也许你搭公车或是台湾的道路，也许不一定那么平但是至少它不会颠簸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搭船不一定你如果是搭船的话，有时候路程上在海上的行程可能是上上下下。你可能会在上面会有一些的晕船的状况，然后上了岸的时候也不一定有那么好的每一个岛上面都有车可以接送，有的地方好一点有计程车可以送，有的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这个老师他就跟我去每一个岛去探访的时候，顺道去旅游跟欣赏风景的时候，他一路不断的在那里抱怨，
他有很多很多的怨气。他说，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为什么跟我想象的期待是不一样？应该要有个车来接我，应该要有个这个什么风景可以去看的。前一天在讲台上，你可以讲的很好，不要抱怨，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但是当你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不去抱怨它？这其实都在挑战我们自己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嘴巴里面讲的，跟我们实际上的状态是不一样的。14节，我们来看一下1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4节，一起念来。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外面吃进去的不会污染你，会让你污染的是从里面出来的。有很多的人用敬虔的方式态度，好像认为说我用洗手来代表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或者是我要用吃什么样的东西，不吃什么样的东西来代表我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敬虔不是在你吃或不吃什么，也不是在你有没有遵守洗手的规定，而是你里面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只注意外在的东西，但是不注意里面出来的东西。很多人自以为是敬虔的，但是事实上所行的却是不一样的。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有一些人我是资深的会友，我已经信主几十年的时间，然后我怎么样，夸口这些的东西，但是并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上、行为上，我们所行的比别人更好，或是更值得人家称赞。有时候我们反而信主久了，我们反而有很多事情是没有调整跟改变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很多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只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所以我在看这段话的时候，也给我有一些提醒。他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属灵的优越感。属灵的优越感是什么？刚刚提到了，有很多人认为我是资深的基督徒，或是我是传道人，或是我是什么。他说，因为社会地位、知识程度，或是教会里的侍奉，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就容易瞧不起别人。他说，耶稣喜欢跟普通的人，甚至跟社会的边缘人在一起，也许因为他们的普通，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次人一等，然后带着谦卑的心与主相亲，所以知道自己不配，反而能够有这个得着那个得救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属灵的优越感反而让我们把我们的距离跟上帝拉远了。人期待都往上走，人期待都往这个上帝的方向走，但是上帝却是成为人的样式，降卑来到世上跟人在一起。我常常在跟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常常讲一个事情。我说，我来荣光堂里面，我觉得最美的称赞、最好的称赞，不是牧师很会讲道，不是牧师很会查经，不是牧师很会没有。我说最好的称赞是什么？有人跟我讲说，你看起来不像牧师。我说这是最好的称赞。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我跟他们是在一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跟人在一起，而不是觉得我比别人高一等，或是我比别人好像优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你的信仰让你能够谦卑跟人在一起，还是让你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高人一等？你觉得你跟别人好像是有距离的差距，他们叫做世俗的，而我是圣洁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拥有这个属灵的优越感，好像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好像跟别人是有差距的，因为他们是不信主的，我是信主的，所以我们是有落差的。所以唐崇荣牧师有一个提醒，他说，讲的道是真的，但是做的却是假的。这里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常常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去认为说他们是比别人敬虔的，比别人高一等的，他们所做的都是比别人好的，他们教导都很棒，但是他们所行的却是虚假的。耶稣常常戳破这些人的这个外在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的，但是里面的东西却不是真正是属上帝的。所以23节说，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真正的恶不是只是在外面你看到的好像丑陋或者是什么样，真正的恶是从内心里面出来的。
刚提到了，有的人手是脏的，但是心是干净的；但是有的人手干净，但是心里面却是脏的。好，所以这里提到说，如果有心里充满恶念的话，属天的圣洁思想就没有办法在你的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里面的思想，我们所有的这些充满的里面是恶念的时候，那么圣洁就不会在我们的里面了。好，所以这里提到一个事情哈，他说不要只有对真理正确的认知，但是也要对人有正确的感觉。他说对别人要有正确的感觉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有正确的对真理的认识，包括你对人要有正确的态度跟感受，这个是需要去学习的功课。好，所以这不是我讲的，是马丁路德说的。马丁路德说什么？他说基督徒应该要有恩慈。那个恩慈是指什么？基督徒不该是一副严苛、爱挑剔人的模样，而应该是温和，然后有人情味，是和蔼可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是让人家觉得哇，你好严苛，哇，你好像很挑剔，你好像什么事情都是很多的这个意见想法。但是我们缺乏那种温和、跟人情味，还有跟人和蔼可亲的这些的态度，那么我们可能就缺乏了这个恩慈的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果子在我们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上帝的这样的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里面，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好的果子在我们的里面。他说这里叫做温和、有人情味跟和蔼可亲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分辨对错是对的，但是不是代表我们是一个不温和的人，或是一个好像身上蛮有刺的人。我们是可以有人情味的，是可以跟人和睦相处的，这个才叫做恩慈。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们比别人高一等，而是上帝透过我们能够来对人做好的影响。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传统和经验都不能够取代上帝的话。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传统很重要，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经验很重要，但是都不能够取代上帝的话。所以爱德华兹这样说，他说根据人的吩咐，而不是根据上帝的典章来敬拜他，这是可憎恶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是跟着上帝的话，而不是只是跟着人的经验或是人的传统。有一些经验跟传统是需要去深思的，这些会不会变成是取代了上帝的话？所以马克吐温这样说，仁慈是聋子可以听见，瞎子可以看得见的语言。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对人有仁慈的时候，对人有良善的时候，连聋子都可以听见，连瞎子都可以看得见，那个才是一个真实的语言。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的道应该是活的，应该是让人有感受有感觉的，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或者是一个规条性的条件在那个地方。所以约翰牛顿江牛顿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应该要注意到自己是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有那样的一个好像跟人家的那种分别的心在里面。所以他说上帝知道谁是属他的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要刻意去表现哇我们是基督徒，人家才看到我是属上帝的人，上帝都知道谁是属他的人。好，第二个，基督徒的生命要能够活出上帝的话，我们的生命都不断在活出上帝的生命在这个当中。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怎么使用金钱，怎么使用时间，都在告诉我们是不是我们真的是爱耶稣的人。我怎么样去使用我的金钱，我怎么样去过我的时间，这些也在见证我们是不是真的爱耶稣。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爱耶稣不是只有在口头上，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爱耶稣的表现。所以基督徒的人生目标之一，就是要保持跟获得清洁的良心，而不是只有在外在上的敬虔。外在上的敬虔很棒，但是并不是代表那是全所有。真正的一个人生要保持的是我们的清洁的良心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在外在上像基督徒，而是我们的内在的品格要像基督。不是我们外在好像让人家觉得哇，你看他每天带着圣经，他带着诗歌本，哇，他去做礼拜，这个叫做基督徒。
而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让人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第三个更尤其重要，因为也提醒我们当中，我们在念神学或是读神学，或是我们一直在进修的人，也给我们这样的提醒：神学知识是让人谦卑的顺服上帝的话，而且是谦卑的服侍人，而不是让我们觉得比别人高一等。所以神学不是让我们比其他的基督徒高一等，而是让我们能够更降卑的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你有很好的神学经验，有很好的神学知识的人，你更要谦卑的去服侍你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当你懂得比别人多，当你的知识比别人多的时候，是你要去服侍人，而不是拿这个来觉得我比别人高一等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这里提到一个事情，他说我们顺从上帝的律法，不是要去赚取上帝的爱，而是要去回应上帝的爱。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些的外在的行为或是外在的东西来去赚取、去获得上帝的爱，而是要让我们去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回应上帝本来就已经爱我们，上帝本来就已经爱我们这个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些什么去取得他的爱，而是上帝本来就已经爱我们，而我们所做的是回应上帝的爱。所以提姆凯勒这样说，他说宗教叫我们夸耀自己所做的，但是福音叫我们夸耀基督所做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夸耀的是你所做的，还是你夸耀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带来的改变跟生命？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基督带来改变跟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比我们做些什么来赢得人家认为给我们的称赞，那个更加的重要。所以宗教叫我们夸口的是我所做的是什么，但是福音要我们夸口的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好，最后要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勉励，就是守节心清来侍奉上帝。在诗篇24篇里面说，有谁能够登上耶和华的山，有谁能够住在上帝的居所？他说就是要守节心清的人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手干净而已，我们的心也是要干净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不是用外在的东西去做一些的框架，认为说好像我比别人好一些，我比别人高一等。各位如果常常有看到一些这个影片或是电影，包括有一些在美国的一些纪录片里面，应该会看过。过去早期在美国那个地方，我们说是民主圣地的地方，早期也有过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分别跟分野，就是白人跟黑人是不能够在一起聚会的。在白人的眼中，他们认为黑人是次等的；在白人的眼中，认为黑人他们是不干净的；在白人的眼中，他们认为这个族群他们是不够好的，所以他们不应该跟我们平起平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信仰带给我们的是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将会成为很可怕的人，而不是让人觉得是可以亲近的人。上帝帮助我们，不是教会里面的传统说我们要跟罪恶分开，要跟罪恶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去区分说你看他叫做圣洁的我叫做圣洁的，他叫做不圣洁的，或是这个族群才叫好的，那个族群叫不好的，不是这样。愿上帝帮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上帝格外的恩典。然而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再回到他的面前，给我们有守节心清能够来侍奉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感谢主，让你可以敬虔的能够来照着你的生活方式来度日。但是请记得，我们的守节心清是要来服侍上帝，服侍人，而不是要让我们觉得比别人要高一等。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越圣洁的人越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看到，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有时候我们去评判别人，或是我们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而我们没有谦卑的顺服在你面前。愿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得到很多的神学知识，或是我们在信仰上我们的年日增长，反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服侍人的人。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是看自己比别人强，而是能够看主你所给我们的，让我们所有的恩赐都能够来服侍人，使人因我们得祝福得帮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现在我们来诵读今天的金句2次。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马可福音7章15节。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马可福音7章15节。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一生的帮助。回应礼，让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耶稣恩友，在新灵粮诗选384首。耶稣恩友。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千秋，或于失恋，或于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伤感，来到主恩座前求。让我们来奉献祷告，请双手合十。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衷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都赖你的恩典所赐，你配受赞美和感谢。现在我们愿意以一点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愿您悦纳。求你同时是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去运用在你的事工上，叫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赐福，
感谢您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与祈求，祈祷乃是奉告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请司线同工到台前来。请坐。差遣礼，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用我们成为一家人来彼此问安。我们先在座位上呢，先唱一遍，唱完第二遍的时候再站起来，大家互相拱手不握手，互相道平安。我们等一下避免流动哈，打招呼就好了，用打招呼的方式，远远打招呼就好了啊。迎着耶稣，迎着耶稣，成为什么你？我们成为一家人。迎着耶稣，迎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迎着耶稣不自己，迎着耶稣路不明，迎着耶稣同享无花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迎接，迎着耶稣同属同生的产业。迎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迎着耶稣的洁净，迎着耶稣路不明，迎着耶稣同享无花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迎接，迎着耶稣同属同生的产业。大家请坐。那我们来关心教会的事工。今日为圣灵降临节的第14主日，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主日教会呢，开放3楼、4楼主堂进行台语、国语的崇拜。我们必须要依防疫标准，室内规定为80人，请弟兄姐妹遵守人数的限制。主堂若超过80人，请依招待同工指示移往1楼
或是5楼副堂参与直播的崇拜。请弟兄姐妹们依循教会防疫规定，严格的执行洗手、戴口罩、量体温的规定，营造良好的崇拜环境。目前我们诗班呢暂时不进行服事到9月6号，请弟兄姐妹了解这件事情。疫情指挥中心呢宣布呢疫情降至2级的警戒到9月6号。教会期间呢，小组聚会及制服艺人学院的活动呢，可微解封至室内80人、室外300人，但是仍然必须要依据疫情指挥中心防疫规定来办理。也请我们大家为暑假即将结束了，各级学校们将入溪的开学，也为我们孩子们学生上课的平安来祷告。为了鼓励教会优秀的学生努力向学，参与教会的侍奉，并且兼顾他们的课业，109学年度的奖学金呢，即日起就开始办理申请。详细内容，请大家来参阅我们的公布栏。成人主日学9月份要开始恢复上课，欢迎弟兄姐妹们注意上课的信息，并且一起来参与上课。制服艺人学院春季班课程都已经全部结束了，也请为110年秋季班的招生的顺利开课来代祷。卫理神学研究院下半年的新学期即将开一个新的课程，新约导论课程。8月底前呢报名缴费，9月17号就开始上课。请关心神学教育，并为本堂原生神学教育来祷告。教会第2阶段2021年5至8月份的 I 读经计划持续在进行当中，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帮助与力量。我们也为我们教会2021年教会聚会的人数能够增长至200人来祷告，求上帝加添得救的人。教会呢要招募呢周间半日班的义工。请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这个感动，请你可以到我们办公室来登记，这可以协助教会一些事务的一些推广。我们登记的时间到8月底，然后欢迎您的参与。下周主日为圣餐主日，请大家预备心来领受圣餐。主日后11点45分会召开小组长会议。12点30分召开9月执事会议，请执事同工能够保留时间来参与，也为我们教会的肢体来祷告，也为大家在施打疫苗的会友们呢，在施打过程当中心灵上有平安，施打过后呢有良好的抵抗力来祷告，也为身体不舒服的郝文章牧师夫妇的身体。还有魏太太、黄秋姐妹，她的关节的复健，还有瑞美的妈妈、英兰的妈妈彩和姐妹、徐英姐妹的妈妈丸子姐妹，还有波红父亲、春和弟兄、申红的父亲、清凉弟兄，还有孙师母的妈妈、孙妈妈的身体的疗养。还有世文弟兄的听力来祷告。还有呢，在8月21号，我们亲爱的长辈郭俊生伯伯，在8月21号安息主怀。8月25号已经举办了告别礼拜，安葬完成。让我们把对郭伯伯的爱与思念放在心中。牧师还有补充报告的吗？弟兄姐妹，牧师这边有几个事情补充报告一下哈，就是我们每个月的第1周都是圣餐礼拜，那为了防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跟安全起见，那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用的方式呢，我们会用一个很安全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购买了那个圣餐的那个就是小杯子，上面有附一个小饼在这个上面，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饼杯啊，那我们就不去跟
就是接触这个状况哈，所以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会用每一个弟兄姐妹受洗过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发一个这个饼杯组给大家啊，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这个圣餐哈。那我们在这样的方式当中，求上帝怜悯，让我们可以能够在安全当中，我们也能够来进行圣餐的这样的一个进行。然后我们当中如果有年轻的孩子刚提到了就是要申请奖学金的部分，那请能够尽速的来申请。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受到一些的鼓励跟肯定那也许不一定我们在这个送总会的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符合条件跟标准，但是只要按照总会的标准，这些的分数达到的话，原则上教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相对等的一个奖学金的措施就是如果我们送到总会去，假设如果没有办法在竞争当中可以拿到这个奖学金的话，教会一样按照这个方式会给予你有这些的奖励。所以请大家放心大胆的请我们的孩子们放心大胆的来申请奖学金。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周间的当中，我们期待有弟兄姐妹能够来协助教会的志工的活动。因为我们进出有很多的人，包括现在还要有一些的这个防疫的措施，所以办公室的人员实在是没有办法忙过来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假设周间当中有一些时间也是可以拨空的，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志工协助的话，欢迎跟我们的办公室做联系。那9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有一个志工训练，然后期待我们就可以能够来协助跟帮助我们的办公室能够做一些的事务性的工作，来协助教会的一些的事工可以推展跟进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会众请站立。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闻名，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存。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在哪里，祝福都随着我们。愿你的恩典也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使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们，也欢迎你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